哎呀，这小费啊，这两个人是你的朋友啊？是，嘿，他们很新潮的。刚从美国回来。这老张嘛，你这样就讲他手艺很好，就这样。就是这。他特别讲，我们特地来吃。你好。哎，我也回来了是吧？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小康，真的，你们小时候一起的。那今天就我请客了，我这个真是不好意思。啊，那还有这一副，我跟你讲，这这个肝要卤几次啊？哦，阿婆铁蛋呢，那个要回锅20-30次。嗨，这个是真的是老张铁肝呐。可是你这像是从台大医院急诊室所拿回来的标本，稍微硬了一点呐，但是很好吃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你们吃，你们吃啊，这起来嘛。哎，你的脸色不好，我知道一定是在担心呐。很多卖面都讲啊，担心现在社会治安不好，是不是？担心治安不好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一点我倒是不担心呐。哦，你这是开玩笑，我这个小面摊子谁打我的主意？股票套牢。啊，股票是吧？对，是不喜欢做生意玩。我们做这个生意能赚几个钱，还去玩股票了？不可能嘛！但是工厂也缓了2年呢。哎，这个问题倒是把我吓了一跳。哎呦，他讲了个把月，我们难得来一次，看到你这个脸色忧心忡忡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困难提出来嘛，对不对？出来这不好意思。不会啦，都是男人嘛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位是怎么称呼啊？小明啊，到底小伟还是小明啊？都可以，对，叫小伟啊。那我就是小康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一直在看他这套西装。他这西装怎么了？大家交朋友交那么久了，他从来对我这面摊也没什么贡献。是。哎，我那天是因为到一个朋友家里去啊，看他们孩子在玩电脑啊。哎呦，结果我也是拿了一个什么老鼠在那里滑来滑去啊，看了什么交友的网络啊，对，有这个，我就是登记报名了一下，今天就约了耶，在我这个小摊子上。相亲啊，就是网友要见面，约了网友要见面。网友啊，哎呦，你挺新潮的嘛，看不出来。想起网友啊，我的朋友一大堆都在战场上面为国捐躯。那个是电脑网络的网，跟那个往生的网是不一样。对，是。不是，那你约了网友今天来见面，来这见面噻？哎，小伟哥啊，是，你倒是看看。我这个样子凭什么跟网友见面？我就是感到很惭愧，没关系，也很后悔我做那件事情。老张没关系，这个网友刚交而已嘛，慢慢去培养感情，文雅一点好不好？刚交。哦，等一下，我懂了。老张，你的问题是你担心你这个样子，怕网友一看就觉得失望。这一失望是这样子吗？那不是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你想太多了。不是，那你正常知道西装其实你们身材也是不是可以借我穿一下？不是，等一下，我这么见外干什么？借就不要直接送他了。真的呀？那你为朋友两肋插刀是吧？我等一下那跟网友见面，我就比较有信心。哎，自信就来了。试试看。我们这个造型看一下。不错，大概是 size 的关系，您太壮了一点。这怎么会这样子？身上好像旗袍啊，不是？这好像台北天桥下面老农民啊，这样有点怪怪的。可惜袖子短了一点哈。哦，奇怪，你穿上去这个不会这么紧啊？这怎么能？哎，这样是不是比较好看？不，也总比你那个围裙好。是啊，这样就不担心了吧？这样子我就等一下的时候呢，那你们就好不好？哎呀，顺便帮我看一看这个网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就继续跟他交往。你约了来面摊见面？对呀。还有，那我们可以顺便帮忙。那当然什么问题？编鼓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那今天就我请客了。对，来，好，谢谢。伟哥，这个酒就我请了。谢谢。别客气啊。哎呦，哇，一定是这个。人讲情款人一世人的，命亲像一只风筝，你若知，不知要往倒位飞。8成。老板来碗面。哇塞！上来，老师，是上哈，快谢谢。老板没有面吗？有，稍等一下，我们商量。谢谢。这不敢出看他好像不像是什么网友吧？不是，我看这时间差不多就是他吧。老张啊，你在电脑上面都是用 keyboard， 你哪里知道长什么样子？对不对？就是他。真的吗？进来唱那首歌曲，
对对对。几款人几世人摆明了嘛。那我们也用一首歌来试试看。可以，对不对？帮你合音，哎好不好？啊，那帮忙合一下来。哎，忙来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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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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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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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被我蹦我故你倒是唱啊！奇怪，我来吃面怎么吃这么久啊？哎，小姐脾气漂亮的话，你先坐下，坐下，马上来。有歌要唱给你听一下。马上来，马上来。我的女儿，我不。哎，什么女儿啊？哎，不是，我很自然就唱，因为她看起来就像我女儿这样。哎呦，这代志我真叫我做不了了啊！哎，怎么会是？哎，我说小哥，老张讲的有道理，看起来是太年轻了一点。你过去盘问盘问，到底多大年纪？看你跟小学生一样子。小小姐，您这贵庚多大了？什么贵庚多大？贵庚多大？你这样问就不对了。小姐，你有多大？什么多大？你们一听就是没经验的。小姐 ，A、B、C 是哪一种罩杯？哎，你们3个人是来破坏我的，不是？我们帮你了解清楚一点。当然是唱错了嘛，因为他这个年纪一轻，我一看就唱到我的。那你导师问问看，快帮他问问看。小姐的这读高中是吧？啊，我今年大学毕业了。哎呦，大学个头小，这样是不是年纪还是差很多吧？不是大学哦，这个有人说过，这差30岁的不为多。哎呀，这个夫妻之间的年龄不是问题嘛，身高不是距离，体重也没有关系嘛。对呀，对不对？既然小费这样讲，差30岁都没关系，何况我们才差7岁差3岁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哎啊，哎，那我知道，我们再来一次好，有勇气，再来一次。这个单他会写。我的丽娜，哎呀呀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的丽娜，我实在很喜欢你 ，I love you, I love you, love you。老板，奇怪，我来吃面吃这么久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？我是你的网友啊。网友？哎，网友。我想变成网友。不吃啦！神经病！性骚扰。哎呦，这所以说我说这怎么会一下漏掉这么多词儿呢？就看看这搞什么，弄错了嘛。哎呀，那还没关系，差一点保证我铁杆都弄掉。那是我们笨啊！老张这个年纪，网友怎么可能这么年轻？对不对？你们3个人不要寻，那你开心嘛？花他准备了，你看，他送错人了，你看。不是人还没来，表示等一下也许会来呀。而且人就来了，来了。先请坐，先请坐。啊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这个我认识，这不是桃园县长吗？不是吗？哎，你看，哎，错，还没选呢。哎，你这个刀，哎，你还没选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一看这肝拿出来做样子，我干脆就切给你们吃一次。真的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哦。哎，奇怪呢，我坐这已经坐这么久啊，哎。啊，到我约的时间已经到啊，啥人拢约无看一半的人啊？哎，对啊，老张听不？隔壁怎么听到有人约会时间就到，那人也未出现。不会吧？来吧。哎，老张啊，这个有可能，你看他年纪跟你差不多。别开玩笑了，这起码也比我大30几岁。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又不是。哎，欧巴桑，你讲啥哈？哎，你这个人哪遐尼袂得人听啊？
后人开就叫人乌巴送。哦，你送，没就送。你目睭是穿裤哟，我敢有想过去送哟。你们真没礼貌。哎，我敢袂嫌对，经理这敢是你画面？对。老张淡淡面对吼。是啊。我即马带一个掠做，我惊来小便咧。哦，这拢都无啥共款。于承岳音啦，是不是？高雄县长。高雄县的嘛是吧？哎。你哪里啊？我来这是跟人约回来呢。好啦，我先吼食一粒面咧，甲我煮一个大面，啊，搁2粒卤卵，搁一个鸭头。什么？拄则讲到一句，上重要讲今天是要来约会。一共要来约会了，要约会啊？可能老张您的网友就是这个。真的。哦，等你啥啦？哎，无你是去互颠颠着哟？哈？啊，本来徛咧拢大家敢若当线皮跳咧。我即摆意思讲，我要来这约会。阿姐，哎，无啦，我跟你讲哈，对，这是阮即摆要做一个科学实验。哎对，你哪安尼啦？我，哎呦，我们来去看买这玫瑰花。我网络吼，就是安尼啊，约去吼我迄个男朋友吼来遮，啊目的吼就是讲有玫瑰花做情啊，啊你想用玫瑰花拢甲它吞落啦。我这不是玫瑰，这是蔷薇啦，这个不玫瑰做咸的，这玫瑰跟蔷薇不是共款。这，哎，那麻烦你们帮我这个打发，就算我请客，就这事情到这边，哎，这个还是刚刚虽然嫌那个女生小，可是我们还是喜欢年纪很幼的那一种嘛。你想要够戆呢，你唔当看我无起哦。老张，你就诚恳一点啊。对呀。这，我来问一下。问一下。请问这位太太，您什么太太？哎，恁这大波人来嘴拢遐袂甜啊，足无礼貌的，见面拢叫人太太，我即马还袂嫁人呢。我也是可能性很大。这位小姐，大波人还对啦。对啦。好的，这位小姐今天来这儿是您来这儿？哎，啊，我特别来家相亲呐。相亲？嘿。您都是吃面来相亲的。对啊。你起来会？哎，会网路的啦。哎呦，会网络，刚才安尼不是我吼，是会网络 Internet 啊。你不就等一个网友吗？就是网友讲的就是对呀，没懂还玩这个，金瓜球了，糟了，烧了就这样了。讲些爱情。我的妈妈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你是你看到鬼啊？你是来叫我妈妈？哎，拍，我的朋友不要恭维哈，这里超级天下第一大辣妹小蛋娘，你怎么可以对辣妹这样子讲？哎，不是我这人是真自然直接，拄则迄我底下的劝我的女儿。啊，这我嘛是真直接，我就是纯粹的出来了。那这样，那就是刚刚那个的阿嬷了。啊，这位女士，是你啊？你好。哎呦，什么你女士咯？女士是表示讲嫁人啊，你要叫我小姐。哦，小姐你好。你好。哎，看起来还蛮富贵的。哎，你们两位坐嘛，坐。我感造就了我这似曾相识，等于似曾相识，等于是电影刚刚开始的时候。有一个大学生毕业，刚好来了一位老太太，拿一只手表叫他去找他。对。哦，那讲甲恁哦，即摆是你讲啥？我老实甲恁讲，你即摆听到讲我袂嫁人，你感觉足稀奇的吼。对啊。因为我少年的时阵哦，为着我的工作，为着我的事业，所以吼，煞你无时间通去谈恋爱啊。所以我即摆哦，哎呦。钱啦，对我来讲哦，已经无算啥的，所以恁遮拢无敢讲呢。若讲参照恁交我会着吼，减拍拼30年。哎呦！而且哦，我保证的，若娶我会着吼，恁听我一3代人拢唔免搁再谈。哎呦，对了，这个机会，我告诉你，刚才我很近的距离仔细端详这位女士，才发现皮肤还很嫩啊，怎么？而且外形看起来。这个一不小心还以为将会坐在你旁边啊！真的吗？哎，这真的。哎呦，老张改口，这就太夸张了。不是改口夸张，我这个人是不看钱的。我只是觉得他这个内心里面散发出一种少女的一种这种，邪口。哎呦，的一种光芒。
可是从我们这个角度看，那个脸跟皱纹纸没有两样。搞什么都你们搞不清楚。人生奋斗了半天，还不就是为这个刹那吗？你不开玩笑啊！你真的一辈子幸福就断送在这个女人上面了。哎呦，你今摆是你讲啥哈？喂，辣妹，啊，无到底是倒一个？是不是你？听说娶到您老人家，就可以少奋斗30年，是吧？哎呦，只爱3代人嘞，唔哪敢那30年嘞？是3代。那以我这么年轻来计算，大概再过5年后，我就有机会再娶一个了。你是讲我5年了，我就看到来了。不是，你不要遐尼紧的啦。你不能了解，虽然我有一个西洋化的外表，但是我有一颗美丽的内心呢。我看女人也都是，哎呦，你看这朵花，你也是有一朵啊。对，而且呢，送给一般的少女呢，一定要那么长，但送给你呢，只要折一半就好。哦，那你是说，我就跟他这个花同款，无遐尼长，按短短啊尔呀？不是，完全不能代表我的心意。来，孔锵老师，哎，无你是梦啥？你是梦啥？我唔是随便放个梦的呢，放落。无啦，我的手会在治疗香菇，你知？哎呦，你干什么病啊？哦，你已经无机会啊。家己咧推销家己的，你看。你知你唱啊？你要为唱歌呢哦。Oh my love, my darling, I'm hungry. 哎，卡睡你。Your touch, 哇！ are you? 你笑的呢？神经病啊！亚公啊，你以为是马丁秀又来了？我们也会有这种忘年之交啊！我俩这公编剧团来啊，你在塞呢？我跟你讲，他存心不良。这听到说你什么有什么吃对嘛？这种人真的是太过分。老师应该赶快找了。你也要来竞争了。初恋爱情算甘甜，我将去哟。若听一句我爱你，妈咪是红旗旗。你是啥姑娘？心内是真欢喜，也未相依结甲结。哎，安那点去啊？这个较会听，那就还点去啊？真是，你看人家喜欢啊，蒙阿波也敢去。哎，安那你哦，哎呦，夭寿哦，你是去整形整无价哦？哎呦，当是查甫啊，查某那看无啊？我当然嘛是查甫的，要蒙看嘛无？蒙你去死啦，蒙！我是这样。哎呦，哪里这样这丑陋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所以我才是你真正的网友。哎，哦。小妹妹，我真爱你，看到你，哎，等你是咧弹啥货啊？哎，等你是讲你都弹袂落，你看。啊？你对这种啊，佫唱这小妹妹，我弹袂落。啊，好，恁甲我记的，真正有影。哎，啊，等你是要唱嘛唔唱？你唔唱啊呀？啊，这琴书无爱伴奏。我小看较详细。是。哎，啊，无你是迄个行业是你做动机哦？啊，啊，无来穿这个围兜兜啊？这是甲迄个少年咧照的西米咯。我看见吼，这三个拢无啥合我意。啊，无这个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这个看起来较顺眼呢。哎呀，看起来安尼足斯文的呢吼。什么？因为吼，我要见的啊，爱有3个条件。 3个条件，多3个条件。啊，无我钱遐尼多哦，我白白啊，你就要放开哦。哎，我的条件也是有道理。我第一个条件，最少嘛，就爱不歹性的，身体爱用。身体爱用是不是？哎呀，我唔是操蛋，我甲你讲，你比身体，因这少年要甲我比啥话？无你先瞧一下看卖。瞧看卖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去看卖咧。伏地挺身啊，对不对？快当做好，快点。哦，老丁诶，咩个这款型诶？ 的问题，若无4、50个，我来讲。阿伯啊，我来讲，我身体比较啊。你在叫啥？无歹势啦，我辣妹啦，我身体比较粗用。来看卖吼，单手扶你。单手，哎呦，哎呦，太痛了，你来去找菜。3、4、5，哎呦，真是有一个呢。我是时间不够，稍微示范一下。哎呀，要踮咧学人讲啦。你啊，下笨到。 还反过来，你看他的手。6，哎呦，会翻跟斗
都会用去考虑。啊，嘛甲你咧。这个对啊，伊哈，对。我你安那？无，爱来，泡泡一个来啦。好耶！输人唔输阵呢，输阵的歹看面呢。看啦。歹看。无采我呢吼呢，讲我你看人看甲遐尼差。哎呦，虽然一个啊，爬袂起来啦。无伊虽然一个啊，毋过动足久诶。敢若看伊足无诶，那无你是会使来甲走咯。哦，来，哎呦，我无讲我啊。我做兵我想嘞，真简单的嘛。嘿。哎呦，我手拽着安尼。哦，安尼就拽着，经架头根本就无落去嘛。恁四个吼，哈，头一关会当过啊，好，过来第二关，就是要甲恁考讲吼，什么人这支喙啊较敖讲话？哎，这拢无照剧本的，即摆着你无照剧本，我也真艰苦。要考你的内在美啊！内在美，好来。哎，不是我拄啊，这个节目尺度，我是要揪一个尔。哦，我错。什么叫做内在？你跟他比，就是讲看你安怎讲话讲啊，互我感觉讲足好笑的，凊彩一段就好。甲拼咯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知影一个人足够讲话，迄个穿蓝色的。哦，嘿，安尼我知影，你要讲对联就对了。嘿啊，安尼我出上一句，下一句给他对。好。三家大卡脚。三人大头脑。哎呦，赞！不错。好稳哦。新娘有够巧，新郎就嫁一个大头脑。对，我是头脑。啊，拢全头脑，我是换一个啦。歹势，我知影，这位太太想着我，敢若对我真有迄种真有意思。对，我对你袂歹。咱还照实甲你讲，阮三个是拄则来食面的朋友啊。正讲甲你网友的，就是这位张老板。老张担担面，头家就是伊哦。咱袂使甲你装笑，正经网友就是伊啦。这个吼，这位太太看起来是袂讲外歹啦。啊，毋过拄则我开的条件，头一个吼，身体是袂歹。开玩笑的哇。啊，拄则讲起来，迄个头脑嘛介我，对联对了袂歹。啊，搁刷落去吼，你小等下。小。哎，啊，不要紧，我扛起来哦。哎，张辉啊，谢谢。正去遮结婚呢，像你哋做伙落遐尔那艰苦，啊，敢若你甲我装笑的咧，叫我年岁这尔多，搁带你釜底情深啦。迄是查甫你做，毋是查某你做呢。哎呦，上少你伫别个节目人客两百看过你文英伫遮咧釜底情深哦，拄则。我呢吼自细汉然后咧食你的力哦，拢总已经出来啊呢。即摆力就无安尼。你细有影哦，你敢会记哦？你用安尼甲我整的吼。你拢甲徛一排。哇！那看甲恁遮有影？哎呦！洪强还是袂来哟？不是，你嘛爱先，你学白爱，你爱听这个前奏。啊，我先爱因落来。专心阿妈呢，你看起来金丝丝，但是男人甲土匪伫咱这个都市，做案是满满是。哎呦，唱袂出来啊！啊，你家己去发起要发遮尔啊悬。拜托诶，自早去8点甲通过来，甲即满咧，我无甲你食到半粒便当咧，哪有力啊？啊，就当摕便当你也无要食，摕迄个水煎包你也唔食，我也唔知影。我敢有食遐歹啊？既然你想起拄则迄个铁杆走倒，铁杆，大家下班的时候。迄我哪知你是去龙洞摕啊，是去马家摕？迄我哪敢食？报告飞哥，观众等太久，刚那些肝啊切给观众分了。遮尔啊，顶敢若石头拢食了啊！大家报个欢喜啊！我拄则是甲恁咧开玩笑的。其实啦，恁这还无敢讲呢。我今仔日若是来甲恁试看卖咧，我恁倒一个啊，就是人才；倒一个啊，较适合我。其实本唔是我啦。网络那个朋友不是我。网络那个朋友不是他。你一定要学安尼哦。
听到啦，讲啊清楚要死来哦你。是要国语就国语，台语网络那个评语。安尼唔知吼，大细汉拢听有。哦，是啊是啊，不是你哦，唔是我，我就知影另有其人呐。嘎仔。那今天我来避避呢？是阮查某囝。啊，他的女儿，我看啊，他长那个样，他女儿也好不到哪去。算了，我们收工。我是什么样子哈？我是什么样子哈？我是你这什么样子哈？我是什么样子哈？你俩做讲我耳孔重拢无听哦，莫甲你讲我你好款呢，哈。真正今仔日甲你糟蹋了真迄就是咩？死囡仔我这安尼甲我亏呢，等下你看到你就知死啊！哎呦哎，咱姐啊突然间精神鸦哎呦，好来啊啦！哎呦哎，干什么？我待会跟朋友有约，时间快到，我要走了。如果没时间要走。等你啦，专工叫你来啊！你即马是安尼要去走啊？哎呦，你叫我来做什么嘛？啊，就是有代志，才要叫你来。这是你的查某囝，这一点是生，蛋姐，这是哈？姐啊，喂，这是你女儿，这阮我看得出来，长得真是如花似玉。哎呀，我的你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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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我的丽娜，我不能没有你，我的丽娜。哦，现在可以洗了。我实在喜欢你 ，I love you，I love you，love you。什么你爱老朋友？我你老目屎的老朋友。安娜，哦，敢若底豆油无底看，你甲看卖，生这查某囝叫什么名啊？阮这个叫做文华。文华。哎呦，因为我吼是足侪查某囝，一个叫做文香。文香啊。嘿，嘛偌水咧，即马叫文霞啊啦。哎呦，啊，搁一个文帅，啊，搁一个文杰，哎，你不要当做卫生纸呢？不是卫生纸，迄个文杰不是啊。文杰，文杰啊。哦，你的查某囝。哎呦，啊，搁一个你磨刀，迄个文旦。文啊，文旦也是你儿子啊，查甫的有无？啊，有咯，搁文章啊，啊，搁文子啊。365日。嘿，你后生哦。我的啦。真正后生。哎呀，一个后生啊。我生拢嘛偌出名咧。要有一个什么人？哈，啊，搁有一个哦，搁有一个文天祥啦。文，这伤寒。无法冲冠凭栏处。这是岳飞。啊，这是岳飞啊。拜托咧。这个是你女儿，嘿，你要来帮她选女婿是吧？对啦。妈，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？喂，男女授受不亲。我说妈，你就是这4个1、2、3、4，嘿啦，怎么样你帮我找的4个所谓的网友，是不是？小姐，看清楚来，我们4个人趴下。你看麦。我们趴下。来，我们给你看看。我们要趴下。啊，你甲紧看麦吼，我搁一个吼，你看我你啦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啊？哎，今天袂歹哦。我看今天吼你也较济啦，啊，不过这个吼较粗用。你怎么了？文华，这当时到了，这一时当时。早就到，咱都无两个就屁落啊，等唔哎呦，哎，这嘛，这还比不上我跟阿伟啊。就是咩，我来看到这上一面的吼。少年人假什么会啊？哎呀，但这嘛是无啥路用啦。看到没有？那用到一个假，不会跟他牛嘞。啊，你看安怎？哎呦，安怎？卖给你嗨啦，你买有一个结果啊。你看我多么的有本钱，正在年轻，我干嘛那么早结婚？你干嘛那么早把我接什么网友啊？到了， 4个我都不要，到了，都不要哦。菩提停止。刚才我们大姐都，你这么有本钱，来，到了，处理停这一位。看几个。还比不上我们你啊！哎呦妹，我搁一个搁做我完整嘞。我看跟小哥的体力很配啊。我觉得这4个，如果你硬要我挑的话，哈，我觉得有一个还勉勉强强的过关啦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的吧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各位乡亲父老，不要开玩笑，年轻就是本钱。全国哪来的会不会选你们这几个啦？你屁咧，较袂掉钱哦。那今较袂塞车哦。哎呦，妈，师姐，你伤派啊，师姐。他们这4个哈，我说有一个还可以，就是哪一个嘛？皮肤白白的，皮肤白白。妈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就是我嘛。哈，你头发白白的啦。然后呢，长得有点像那个白斩鸡呀。白斩鸡，哎呦，你这是乌骨鸡啊！
哎，这个死白的，那好像没。这休息白啦，那唔好啦。是他啦。哈，下面，哎呀，想袂到，我都无出声，无咧等的人才惊到我。哎呦，今天个袂歹啦。三位歹势啊！我咱来等哦。哎，妈妈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人不是吵的，你也是慢慢你聊。看嘛，哎呦，快来，拜拜呢，拜拜哦。嘿。